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一個市中心嘅一個 AP 項目 Live Brahmapura 阿叔。咁呢個項目位於曼谷市中心阿叔，距離一個捷運站。咁吮指利傑。咁呢個項目最大嘅優點就係咧，佢嘅景觀喺市中心嚟講非常之好。向北咧係望到一個曼谷最大嘅公園，咁有一個湖景。向南咧亦都望到湄南河。咁稍後我哋帶大家睇下呢個項目嘅公共設施同埋一啲單位嘅狀況。咁呢個係項目嘅一個空中游泳池啦。呢個空中游泳池位於呢個項目嘅38樓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景觀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同埋就係話，呢啲空中游泳池呢，亦都吸引一啲高質素嘅歐美租客呢喺度租住。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買單位嚟投資嘅話呢，最緊要都係一定要有呢啲類似嘅設施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邊向南嘅呢，就係望住湄南河景觀啦。咁向北嘅咧就係望住一個曼谷最大嘅公園 Panjangiti 呢個公園。咁公園中間更加有一個曼谷市中心最大嘅湖。咁另外前面亦都有曼谷嘅最新嘅會議展覽中心。咁所以呢個項目嘅地點係非常之好。咁呢個係一個項目嘅健身室啦。咁呢個健身室嘅設備咧，其實比出面好多嘅專業嘅健身室更加好嘅。咁依家所有新項目咧，佢哋嘅要求都係非常高嘅，包括啲租客嘅要求啦，或者業主嘅要求。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呢啲設施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一個高嘅質素嘅。咁所以大家購買項目嘅時候，最緊要就係都有相同嘅配備，咁就確保以後不論你出租啦，或者自己住啦，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我哋嚟到呢個項目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公共空間啦。咁大家見到大堂呢邊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共空間可以俾一啲歐美嘅租客啦使用嘅。因為呢邊好多歐美租客其實佢哋都係做一啲網上工作。咁網上工作好多時都係 work from home 啦，咁咪唔使返公司嘅。咁大家見到呢度好多唔同嘅公共空間，咁大家亦都係最重要嘅咧，喺呢個大堂嘅地方咧，全部都係免費上網嘅。咁呢度亦都有好多地方可以俾人係在家辦公。咁所以類似呢啲設施咧，其實對一個出租嘅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我哋嚟到項目地下呢個大型嘅花園。咁項目地下咧呢個花園咧，大家見到咧係一個非常舒適嘅地方啦。咁無論朝早或者夜晚咧，大家都可以喺度散步啊，或者做運動。咁最緊要嘅係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呢個花園係有人咧係每日去做幾次嘅維護啦、清潔啦，同埋去做一啲嘅樹木嘅一啲剪草啊、淋水咁樣。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呢個花園嘅整體嘅管理咧，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呢一類型嘅管理質素咧，其實喺曼谷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因為有啲客人都會怕就係話，我買咗個單位，一開始睇嘅時候好靚啦，咁但係過得1-2年之後，會唔會話管理嗰個質素會下降咧？喺曼谷呢度係絕對唔會嘅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參觀下，淨係呢個花園為例，大家就可以見到呢個 AP 呢個項目嘅管理質素其實係非常之高嘅。